安，大家，我是鬼子，今天要来跟大家玩猛鬼专家，是 VK 的新游戏哦。那我会秀一局是人类模式，下一局是猛鬼模式，就是我当鬼的意思。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实战。完像把要下台，沒名分的愛，要怎麼承載？努力來忍耐，相愛到受害，無限期等待。如果你不在，走多麼遠。終於走到現在，到了要離開。現在我們要來玩的是猛鬼模式。手捉緊了，終於感覺實在，撐過了離開，要珍惜並愛。共同覓將來，同期待那未來，為何敗在幾年？如光陰的競賽，逃離怕沒將來，完像怕要下台，盡全力的愛已經不復在，努力來忍耐。相愛到受害，無限期等待。如果你不在，走多麼遠，終於走到現在，到了要離開，有誰要等待？手捉緊了。終於感覺實在，撐過了離開，要珍惜被愛。手捉緊了，終於感覺實在。撐過了離開，要珍惜並愛。Get a real good look at all of you and feel no fear. That's why I'm here. I'm gonna try and get the shitty things out of my head, out of my head, out of my head. Hands
人類明知失去，可以瞬間青春瞬間已經身退。人類明知不對，偏偏繼續扮睡。背誦萬冊經書，接受萬套規則，發現萬個我正唏噓。天天走過這裏，試問誰會有活過的根據？年月開始的應許，盡力去追，能追到過去。放開想的該與必須，原來可想歸去，練習我的心與身軀，回到夢裏。感覺裏陪地球幾多歲，可會記得出生就擁有的一雙腿，迎着人間走去，走下去，走下去，走下去，才練到會放棄，只會再放肆。